好的，了解完这个广西的概况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往前参观，这边请。前方呢，我们将进入就是广西的13个发展厅。上面的展厅呢，主要向大家展示的是广西未来的过去。การแสดงคนละแบบสภาพการคนละแบบ前方呢有2幅这个图片，然后呢分别呢是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这个领导人，一个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，一个就是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，这是。他也就是对我们广西呢，就是比较非常的对我们广西非常重视，也对我们广西呢就是做了这个指导工作，就是การนำจิตก็ได้เอาใจใส่กับงานของที่นี่แล้วก็ได้มีสิ่งนำงานไป所以这个展呢，